開始錄像。沙下莊架車，我架 DT02 17.5，唔係啊，我接收擺咗落去架車度啊。而家阿倫喺我前面喎。哇！哦，我知點解佢架車會失控啊！犀利犀利犀利！哇 ，OK 啊 ，OK 啊 ，TT 嚟㗎。佢部車幾好揸啊，裝部車。不過就嗰個極限啊，即係又唔可以揸粗暴啊。某一個速度呢，架車就有啲唔穩定。整體嚟講都夠戰鬥力嘅。但係唔夠我部同阿達嗰啲一玩咧，就應該爭少少啊，爭半秒啊！我諗有佢個尾好肯轉嘅個尾，冇得粗暴啊！可以狂波油喎架車。原來係咁揸喎，架車係狂波油咁揸喎。哇！sorry， 搞到你添，搞到經理添。